歡迎選擇麗音廣播。你好，我係謝拉。今集係內地聽眾投稿特輯，麗音廣播同你一齊聽，一齊驚。Abby 瘋狂膠袋聲。上年有段時間唔知點解喺屋企成日都覺得周身唔聚財，連唞氣咧都好似棘住咁，成日感覺行到邊都有人跟住我。有一晚突然聽到個廳有啲窸窸窣窣嘅膠袋聲，於是乎我即刻出廳睇，驚係老鼠啊嘛。一出廳得張台上面有個膠袋，戚一戚佢又冇聲，跟住咪冇理咯。第二日朝早送完個仔返學之後，返屋企瞓回魂覺，差唔多瞓着嘅時候，聽到個仔嘅玩具電話喺度響，響咗兩響又冇聲，以為接觸不良就冇理繼續瞓。點知幾分鐘之後又響過，我有啲火火地，即刻彈起身去揾個玩具。最吊詭嘅係揾極都揾唔到，梳化、餐台，成間屋每個角落揾過晒都冇。跟住我就一路拗頭一路行返房，行下行下，我見到人生最震撼嘅一個畫面。嗰個玩具喺我張床中間出現，我心知不妙，對住空氣係咁爆粗。鬧完之後坐低冷靜嘅時候，耳仔邊聽到有呼吸聲。開頭我仲以為係自己嘅呼吸聲，跟住閉氣再聽，仲喺度，近到好似我同朋友頭貼頭傾偈嘅時候咁。嗰一刻我真係忍唔住啦，屋企有把喺武當山買翻嚟嘅紀念品劍，我拎起就對住空氣一路鬧一路劈，劈到攰之後再坐低，聽嘅膠袋聲又嚟啦，真係好似拍戲咁嘅，啲場景一個跟住一個。於是乎我又去揾膠袋啦，發現係裝牛奶嗰個袋，我用個口試下吹下佢啦，睇下風吹唔吹到咁大聲。唔得噶，如果要大聲到喺房度都聽得到，就要用手搓先得。我真係頂唔順啦，對住空氣又鬧過，鬧完之後啲呼吸聲又嚟啦。哇！我成個人嚇到冇晒辦法，即刻打電話同阿媽講，阿媽就揾咗我哋當地嘅師傅過嚟處理。最吊詭嘅係處理完之後乜嘢都冇同我講發生咩事，就話唔知好過知。唉，搞到我嗰段時間日日都心神不寧啊。我係之前發現自己係兼職死神嘅宇陽，同時都係全堂口出馬仙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下乜嘢係出馬仙同埋自己嘅經歷。關於出馬仙，喺中國靈異界有個講法叫南茅北馬。南茅即係南方嘅茅山道士，好似林正英咁；北馬就係北方嘅出馬仙。出馬仙嘅意思就係有人會俾仙家附體，然後去幫人睇病、算命、睇事都得。而仙家就係一啲小動物修煉成仙。再分細啲，有內五行同埋外五行。內五行包括狐、黃、白、柳、灰。狐狸，黃鼠狼，白刺蝟，柳蛇，灰係老鼠。而外五行就係除咗啱啱講嘅嘢之外，修煉成仙嘅動物，聽講兔仔同埋狗都有。而出馬仙就係呢個人有仙緣，繼而同仙家形成一個合作關係。好啦，咁仙家點解要去附體幫人算命睇病問事呢？原來佢哋做呢啲係想要功德，而人就可以賺錢，大家合作無間，呢種關係一般可以維持3到5年。仙家功德圓滿之後就會離開人嘅身體，聽講有可能仲會轉世做翻呢個人嘅親戚。好啦，問題嚟啦，點解出馬仙只係喺中國北邊出現呢？有一種講法就係話東北嗰邊山比較多，方便啲仙藏身。仲有人話其實係山海關有條邊界，所有嘅仙都唔可以越過條邊界，所以大部分只可以留喺北邊。好啦，講下出馬仙嘅程序。其實出馬唔係話你想出就出得到，首先嗰個人要有仙緣，
而有仙緣嘅人，通常佢哋會發生以下幾種情況。第一就係可能會無啦啦開咗天眼。天眼唔同陰陽眼，睇到嘅嘢闊好多，天上嘅神仙啦，或者一啲山精妖魅，甚或自己同人哋嘅仙家都睇得到。第二就係可能擁有預知能力，有時會好突然間見到朋友同埋屋企人將會發生嘅事，尤其係自己屋企嘅嘢，預感會特別強烈。第三就係可能會夢到仙人同自己講嘢，點化自己，或者個仙人會同你講：我俾啲能力你，你接收咗呢啲能力之後，就可以喺夢入面控制水流、引雷引電、手指尖出水出火，全部都做得到啊！而呢啲夢係連續發生，自己喺個夢入面好似修煉一樣，越嚟越勁。第四就係喺夢裏面學飛，都係同修煉一樣，啱開始嘅時候飛得好辛苦，隨住時間嘅推移會飛得越嚟越好。第五就會喺夢入面接任務，夢裏面會有人同你講，你醒咗之後要濟世渡人，完成修行，如果唔係就會受到上天懲罰。其實成件事有啲似打機，過咗一關會有下一關，最後會知道最終任務，打爆機之後就可以回歸天上。如果啱啱講嘅咁多點全部經歷過晒，就算你有仙緣，呢個就係成為出馬仙嘅基礎。喺有以上基礎嘅同時，仙家會全方位磨練你。身體方面會覺得忽冷忽熱，不斷打喊路同埋流眼淚，繼而發展到小病大病，打針食藥都冇用噶，醫院都揾唔到病因。精神方面，有時會喺眼前周不時經過啲人影或者事物，個人恍恍惚惚胡言亂語，甚或會有自殺傾向，有時仲會講密宗語言。雖然講得出，但係自己唔知道乜嘢意思。除此之外，仲會不斷見到唔同已經過咗身嘅自己屋企人出現，無數咁多類似嘅嘢發生。因為仙家認為要磨過先知人間疾苦，先開得到七竅。經歷過上面所有嘅嘢，有仙緣嘅人就會突然遭遇困難，或者屋企突逢大變，有一個大危機，自己點都解決唔到。然後個仙家就會託夢嚟同你講，只有出馬呢啲困難同埋突變先可以解決。跟住呢個人接受咗之後，就要立個堂口，請一班動物仙家埋位，然後同仙家溝通，再成為出馬弟子。做咗出馬弟子之後，流程上係有1到3年嘅試用期。試用期幫人醫病啊、睇事啊，係唔可以收錢。仲要做得好，唔會俾人反感怨恨，跟住得到仙家認可之後，就可以開始收錢。去到呢個時候，就係成為正式嘅出馬仙啦。講多少少出馬堂口嘅意思啦。堂口其實同公司一樣，會有好多唔同嘅職能部門供奉住唔同嘅專家啦。佢哋各司其職，包括通冥界、睇風水、算命、睇病、做法事，全部都有。當然唔同人唔同嘅仙家出馬嘅程式可能有區別，但係都係大同小異啊。過世奶奶嘅復仇呢件事係發生喺我身邊親戚嘅事。個新抱係我嘅表嬸，性格一直比較暴躁，喜怒無常，而佢嘅奶奶係比較細膽怕事嘅性格。同表叔結婚之後，佢同奶奶嘅關係一直唔好，試過幾次初則口角，繼而動武，甚至有次落緊雪嘅時候，喺雪地打到奶奶趴咗喺度。總之就係對佢好差。去到奶奶晚年病咗嘅時候，仲虐待佢，唔俾嘢佢食。後來奶奶過咗身，我呢個表嬸同表叔都去咗外地做嘢。好吊詭嘅係，佢哋每次返嚟過年嘅時候，表嬸就會極度頭痛，痛到搞唔掂，食藥啊、睇醫生全部都冇用。佢哋知道我係出馬仙，就嚟揾我睇下係咪有咩問題。我見到佢嘅第一眼嚇咗一跳，佢成個人灰蒙蒙，好似骷髏一樣咁憔悴，成對眼係凹㗎，好紅好紅。然後喺個背脊上面就係佢奶奶嘅鬼魂。我見到佢變到非常之惡，頭髮係豎晒起身，
指甲好長，插晒入表嬸個頭入面，連啲牙都係又尖又長，好似鬼片入面嘅厲鬼一樣。我本身想做和事佬，但係個奶奶真係好惡，完全唔想溝通，所以喺我呢度乜都做唔到。後來佢哋揾過其他出馬仙都冇辦法，全部都話呢啲係因果嘢，好難插手啊。隔離期間遇到恐怖妖魅。呢件事發生喺疫情期間，中國內地管得非常之嚴格，有咩異郁就會拉晒成村人去隔離，所以有啲荒廢好耐嘅度假村酒店賓館都會重新啟用，攞嚟隔離，喺入面住最少7日。山東某職業學院有學生成個宿舍4個人拉咗去郊區隔離，住喺一個停業咗好耐、好破舊嘅賓館尾房。從入住嗰晚開始，幾個人半夜都聽到喺房入面有女仔嘅笑聲，嗰種笑好似喺度玩緊咁。屋裏面嘅嘢又會無啦啦跌落地同埋發聲。去到第3、第4日，呢幾個男仔開始每日都好眼瞓，瞓極都唔夠，完全冇晒精力。後尾佢哋發現，原來全部人都係喺瞓着嘅時候不斷發夢，而嗰啲夢呢，全部都係同個女仔交歡。一瞓就嚟，甚至乎試過幾個女仔一齊嚟，所以個個都變到冇厘神氣。佢哋真係冇晒辦法啦，又唔可以轉房，就叫志願者喂，可唔可以幫手買啲感冒藥啊？食咗之後都係冇用。跟住上網求助嘅時候，機緣巧合揾到我當時一睇，發現唔係人嘅靈體，簡單形容就係一啲妖魅。但係佢哋好核突噶，好似毒液咁黐立立，仲要幻化成靚仔靚女去勾引人，跟住吸人嘅精氣。心靈唔定嘅人呢，好容易會出事啊！我當時做咗啲法事，俾咗啲甜頭佢哋，就嗌佢哋走啦。可能因為我之前經常將兼職死神嘅嘢周圍講，所以最近呢，即使我覺得好似做咗嘢都好，瞓醒之後都係冇晒記憶。不過如果以後有機會，我會繼續同大家分享多啲出馬仙嘅經歷啊！晶晶，大馬酒店有靈體回應。我阿媽之前去馬來西亞跟團旅遊，個團安排咗我阿媽一個人一間房，其中一晚嘅酒店準備入房嘅時候，無論個門卡點樣拍都開唔到門，要嗌酒店服務人員上嚟拍卡先入得到。本身諗住啦都要敲門先，但係個服務員嚟到敲都冇敲就直接開咗，都唔緊要啦，入咗去先算。一入去之後，阿媽就覺得間房嘅環境氣氛都唔係好舒服，總之就係周身唔聚財。執完嘢就入浴室沖涼，一扭個水掣，冇熱水嘅，冇熱水不特止，突然之間連水都冇埋。諗住出返去打電話嗌人嚟搞嘅時候，部電視無啦啦自己開咗，又好快自己熄返。哇！嚇到我阿媽即刻同領隊講，就話要換房。因為佢好肯定呢間房一定有嘢，但係個領隊回覆話當晚成間酒店 full 晒，冇辦法換，所以焗住要住呢間房。當時阿媽打咗個電話俾喺香港嘅細佬呻，就話：哎呀，本來個團俾我一個人一間房好開心噶嘛，點知入到嚟周身唔聚財，又冇得換，又唔記得帶我嗰對私家拖鞋嚟。講到呢度，細佬突然之間話：阿媽，你又話自己一間房嘅，你隔籬有聲喎。咩有聲啊？我自己一個人一間房啊，點會同人哋一間房啊？點會咩有聲啊？細佬就同阿媽講，聽到隔籬有個男人話：係啊，我哋呢度冇拖鞋噶。阿媽聽完即刻毛管戙，對住間房嘅空氣講：各位大佬真係唔好意思啊，我嚟瞓一晚噶咋，我旅行啊嘛，我唔會行嚟行去噶，你俾我平平安安過呢一晚就得噶啦，我聽日走噶啦，我唔沖涼咯，我唔周圍行噶啦，唔該晒啊各位大佬。
之後阿媽成晚都唔係幾瞓得着，但係總算平安度過。後尾問翻細佬，細佬就話真係好清楚，聽到有把男人聲喺阿媽隔籬講嘢噶。Catherine 家姐嘅陰陽眼。我家姐自細有陰陽眼，還記得喺大學嗰陣，我同佢喺學校外面租屋住。有一次我喺出邊同朋友行緊街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打電話嗌我快啲返去。我以為有咩事啦，就嗱臨打的返去。去到屋企門口嘅時候，見到佢坐咗喺度，入唔入去？跟住我就陪佢入屋，坐喺個廳度問佢咩事，係咪又同男朋友分手啊？佢就話唔係啊，我啱啱呢送完個朋友揸車返屋企嗰陣，睄咗一眼倒後鏡，見到有個白衫長髮嘅女仔坐咗喺後邊。我以為眼花啦，再揸慢啲望一望條路，再望一望倒後鏡，佢仲喺度啊。跟住我就唔敢望啦。好彩落車之後再望嘅時候，佢已經走咗。講到呢度，家姐忽然之間擘大咗隻眼，揸實咗個拳頭。我就問佢：你咩事啊？佢乜都唔肯講，嗌我唔好出聲。嗰晚大家都當冇嘢，食完飯就好快瞓啦。第二日出去返學嘅時候，家姐先同我講返，就話琴日同我講到一半，突然之間見到嗰個白色長髮女鬼出現咗喺我哋屋企門口，望住我哋啊！講到呢度，兩個人都非常之驚。好彩租約差唔多到期，就嗱臨搵屋搬。不過去到而家，我心入面都係有個疑問，唔知嗰隻嘢係跟屋企定係跟住我家姐呢？阿山俾鬼飛撲。喺舊年農曆新年嘅時候，我攞咗大家返咗鄉下過年，冇記錯係年初四一個晏晝，成間屋得返我一個，悶悶地冇嘢做，就諗住瞓晏覺。冬天瞓覺凍冰冰，我中意大被冚過頭，暖粒粒，好舒服。當我喺被竇用手機睇咗一陣片之後，突然之間聽到喺廚房有嗶嗶啵啵嘅跑步聲，因為我瞓之前所有門窗都確認閂好晒噶啦，冇可能有人入到嚟。所以我當時個心卜卜跳，究竟係咩嚟噶？我膽粗粗揭開少少被罅喺條罅度裝出去，本身就估啦，係咪隔籬屋喺度整啲咩啊？但係我聽到啲腳步聲越嚟越近，最後喺我床邊停低咗。我淨係聽到聲嘅咋，乜都睇唔到噶。嗰一刻我大氣都唔敢唞，因為真係唔知發生乜嘢事。忽然之間有嚿嘢好似撲上嚟咁砸住咗我，砸落嚟嗰刻我仲本能咗一聲，成個人就斷咗片啦。直到阿爸夜晚返嚟嗌我食飯，我先醒啊。之後同啲 friend 講返，佢哋問係咪發夢啊？但係我醒返之後睇返部電話，入邊仲係我俾佢砸之前睇緊嗰條片。其實我自己都試過俾鬼砸過唔少次。但係今次個感覺好奇怪，因為係飛撲過嚟噶，唔知有冇人試過呢？阿欣比撞鬼更加恐怖嘅事，唔知係咪因為我農曆7月17號出世，由細到大都好多奇奇怪怪嘅經歷。第一次對靈異有概念，就係由細就聽大人講，夜晚山上面啊，會有人嗌你個名，千祈唔好應啊。點知有一晚，我真係聽到阿嫲嗌咗我一聲，我即刻應咗佢。但係我喺房個窗度望出去，見到阿爺阿嫲間房啲燈係冇着到噶。當時我就覺得好怪，好彩我仲細個，仲係同爸爸媽媽一齊瞓。去到第二日，我同佢哋講返，佢哋就逼我飲咗一碗我細佬嘅尿。以為飲咗就冇事啦，點知當晚瞓咗一陣之後，阿爸阿媽突然之間着晒啲燈，我咪醒咯。醒咗之後，發現自己唔喺張床度，係縮咗喺個牆角度，成塊面都係眼淚。咁怪嘅，我又冇發夢啊，點解會咁嘅呢？
喺我醒之前發生啲咩事，阿爸阿媽又點都唔肯講。去到最後，比撞鬼更加恐怖嘅係佢哋又逼我飲細佬嘅童子尿，仲要一飲咗3日啊！阿如詭異嘅夢境。我阿媽喺佢20幾歲嘅時候喺工廠返工，當年嘅環境唔係幾好，住嘅係集體宿舍，2個人瞓一張床。有一晚佢就話夢到同自己同床嘅工友一齊落咗陰曹地府，2個企喺鬼門關前面，鬼門關個門後面得一條路，所以阿媽同個工友就戰戰兢兢咁向入面行。沿途見到好多眼神空洞嘅人呢，漫無目的咁同佢哋一齊行，路邊仲企住好多奇形怪狀嘅妖魔鬼怪，嚇到阿媽同工友一直耷低頭行。行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佢哋見到座木橋，其他人都陸陸續續咁上咗橋，一直行到橋嘅另一邊。正當阿媽同工友15、16緊要唔要上橋嘅時候，忽然喺後面有個人扯住佢哋，唔好過啊，唔過得噶，快啲走啦你哋。於是乎，阿媽就嗱嗱臨拖住個工友掉頭跑，跑嘅時候仲唔小心俾條橋嘅木刺慘傷咗右手嘅無名指，戒到好深，流咗啲黑色嘅血出嚟。之後阿媽都理唔到咁多啦，繼續跑，跑下跑下就醒咗啦。醒咗之後，成個人定一定，講咗句：哇，咁得人驚嘅，嚇死人咩？好彩係發夢咋。見到出邊啱啱天蒙光，準備起身嘅時候，阿媽突然之間覺得右手無名指好痛，一睇就見到上面無啦啦多咗條白色嘅疤痕，冇血噶，好似一個好翻咗好耐嘅傷口咁。咁啱就係夢裏面受傷嘅位置。而喺呢個時候，同床嘅工友醒咗，同阿媽講：哇，我啱啱發咗個噩夢啊！我發夢見同你去咗陰曹地府啊！佢講嘅夢境同阿媽係一模一樣。個工友仲記得阿媽喺橋上面戒傷咗隻手。喺呢個時候，阿媽遞隻手俾佢睇，佢成個人嘔咗。2個人你眼望我眼，講咗句：好彩走得快咋，如果唔係都唔知醒唔醒得返啊！直到而家，阿媽隻右手無名指呢，仲有條白色嘅疤痕噶。阿詩恐怖白衫女鬼。記得喺2020年疫情啱啱開始嘅時候，當時喺屋企做嘢嗰段時間，我身體唔係幾好，所以好少出街。我自己有個習慣，就係每次瞓覺之前都會檢查有冇鎖好門先去瞓。記得有一次我瞓嘅時候，塊面係對住個門，突然之間扎醒咗之後，成個人喐唔到，跟住我就見到個門慢慢打開，一開始係乜都冇噶，過咗一陣，忽然出現咗個白衫嘅女人，然之後佢慢慢行入嚟，佢啲長頭髮係遮住塊面，好慢好慢咁嚟到我床邊，停低咗，然後突然將佢啲頭髮撥開，我見到佢呢係冇眼耳口鼻，就係白色一塊面，我成個人嚇到飆眼淚，然之後就喐得返，個女人都唔見咗。我可以好肯定唔係發夢，因為個房門真係開咗。永遠最恐怖係疫情階段，想揾屋搬都難，最後我夾硬捱多咗半年先搬得到。好彩除咗呢件事之外，再冇其他怪事發生啊！阿玲，恐怖嘅膠袋聲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自己一個出咗嚟租屋住。雖然間屋唔大，但係算係自己嘅安樂窩，住得幾舒服。唯一有樣嘢好怪，就係一到夜晚，經常聽到有膠袋聲。因為間屋係低層，就唔排除有曱甴啊、蟲仔行過嘅可能性。於是乎，我就抄晒房入面所有嘅膠袋出嚟，全部抌晒。本身有個垃圾桶都放埋出廳。只不過一去到夜晚，我仍然係會聽到膠袋聲。
有時好認真聽嘅時候，聽到啲膠袋聲呢係會走嚟走去，試過越嚟越近，近到去我耳仔隔籬。咁我即刻着燈啦，發現乜都冇。而每一次都係着燈嗰一刻，所有嘅膠袋聲都會冇晒。同樣嘅嘢發生過好多次，持續咗好耐。去到有一次，我真係嚇到打電話同阿媽講，我間屋呢，可能真係有啲嘢啊。阿媽就幫我喺廟度求咗啲符，但係都係冇用。一到夜晚黑，我就會聽到啲膠袋聲。可能有人會問，係咪幻聽啊？嗱，租約到期，我搬咗屋之後就冇再出現過呢啲聲啦。有人話膠袋聲就係鬼嘅聲，而我好確定好多次都係喺我耳仔邊聽到膠袋俾人用手揸嘅聲啊！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？青青睇樓時候嘅恐怖女鬼，呢件事係發生喺同事身上。事發地點係屬於油麻地一座幾舊嘅大廈。嗱，座大廈呢有幾個單位係同一個業主，嗰啲單位全部翻新晒。大廈外牆就舊啦，但係其實裏邊整到好似啲一手示範單位咁靚。而個業主都俾咗好高 commission 我哋呢啲地產去落力推，於是乎就好多人去睇呢幾個單位。嗱，有一次我同嗰區嘅師兄啦，幾個同事喺間鋪度傾偈，就話大家有冇撞到啲唔乾淨嘅嘢。一講到鬼故呢，呢個師兄非常之精神，就同我哋講嗰棟大廈嘅嘢。話說佢有一次同另一個同事同埋個客上去睇樓，嗰個時間應該都係黃昏噶啦。另一個同事陪個客睇完之後就走先啦，得返佢一個喺度熄燈鎖門。當佢熄到大門呢邊一排燈嘅時候，突然之間有一個冇樣、長髮披面嘅頭喺佢面前仰過。佢睇得好清楚，因為個距離係近到貼住佢塊面。當時佢其實個心好驚，但係就扮晒冇嘢咁走人。之後佢仲話呢，其實佢唔係第一個見呢個女噶啦，仲有另一個男同事都見過。當我哋傾傾下嘅時候，嗰個男同事行埋嚟同我哋講，係啊，我都見過啊，都係喺嗰個單位，當時仲睇緊樓噶。有一個白色長頭髮嘅女人喺餐台隔籬飄過，飄咗入廁所。當時我都係扮冇嘢走咗啊，之後冇乜嘢都唔會再上去嗰個單位。有客要睇，都係嗌啲新人去陪啊。麗音廣播，我聽到有聲。好啦，嚟到我聽到有聲，首先多謝大家 subscribe 麗音廣播 2.0， 同埋多謝大家嘅留言支持。 2.0 留言就唔係話十分之多啦，咁就今期會全部讀晒嘅。首先有最快支持嘅 Dayman Home 3760就話支持謝拉，多謝晒你。跟住有 Santuck， 多謝你支持。 Maggie 就話謝拉狗仔好得意，支持，多謝你啊。Wayne Cam 就話瞓醒就有得聽啊，支持你啊，多謝晒你。 Queenie 就話好好聽。 Alan 啦就話 2.0 出片，支持，係啦，有時我哋一台同埋二台會輪住出片嘅，同埋啲片係唔同嘅，重新演繹過好聽啲嘅，咁啊大家多多支持啦。 Carol 就話首歌好詭異啊，係啊，我都覺得係啊，有時真係好驚發夢會收到各式各樣嘅信息啊，包括咩電話啊、人名啊、甚或歌咁啦，所以真係好怪啊。 Alan 都爆粗啊，就話我俾呢首歌嚇親啊。Lulu 啦就話珍珠好 cute， 原來謝拉有兩隻咁得意嘅狗狗，珍珠唔係我隻狗嚟嘅，珍珠本身係一隻流浪狗嚟嘅，後尾就係我個 partner Jenny 救咗佢同埋領養咗佢嘅。Jenny 救佢嘅時候隻腳係斷咗，咁啊經過2次手術之後，而家就一切正常翻，同埋好得意，肉冧冧咁咯，好得意噶。咁啊以後有機會啦，多啲俾佢出鏡啊。Fofa 就話謝拉真係樣靚聲正，好中意聽你講鬼故啊。Fofa 多謝你啊，功德無量啊。
日文字就話2.0同一台個景唔同，我哋都想整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睇下咯，係啊，又唔想打斜咁樣影咯，打斜咁樣影呢好似好局促咁啦，所以得閒換下唔同嘅景啊，換下唔同嘅狗咯。回應翻啱啱嚕嚕啦先，我係有2隻狗嘅，一隻男仔嘅貴婦狗啦，叫 Locky， 大家喺空中有數成日見到佢。第二隻係史納山女女，叫肥肥啊，會多啲俾佢哋出鏡噶啦。Y 啦就話互為過客不留牽掛，有啲傷感，但又係事實。係啊，呢個世界好多線嘅，有時會交錯啦，有時會平衡啦，有時會錯開咁咯。所以相聚是緣，分開是命啊！彩園村80歲婆婆留言支持，多謝晒你。下雪 BB 啦就話謝拉出鏡幾靚仔，越嚟越後生，狗仔好得意，祝你身體健康，多謝你。就話一直都有聽古仔，每集都好精彩，尤其空中有數有2集聽起身真係好恐怖，好好聽啊！會繼續支持，多謝你下雪 BB。咁阿 Paul Wong 啦就話點解好似以前播過嘅呢？再講多次啦，2.0嘅古仔啦，係會用翻一台之前用 AI Gen 嗰啲片嗰啲內容嘅，重新演繹翻喺2台播出。因為一台唔符合 YouTube 要求嗰啲 AI 片呢，重錄咗之後啦，就會慢慢逐條刪咗佢噶啦，係啦。所以大家就會發現，咦，呢啲古仔以前講過嘅，咁其實以前錄嘅時候啦，開頭係用手機錄添啊。即係仲未有咪啊！而家重錄啦，錄音嘅方式會改變咗啦，錄音嘅質量亦都會再好翻啲嘅，係咯，成件事就係咁啦。亦都好多謝 Paul Wong 啦，因為你一定係非常之忠實嘅 fans，由一台開始聽到而家，先會知呢樣嘢啊！一聽就知播過嘅，多謝你支持。Kim 亮啦就話重溫都要聽，海棠花好有印象，又見到謝拉啦，加油！多謝你 Kim 亮。另外仲有封 May Chan 啦，支持你謝拉，多謝你。David Horry 啦就非常之感謝你嘅分享，我都要感謝你嘅支持啊。最後仲有 Joey Cat 500啦，就話支持謝拉，加油。多謝大家嘅留言支持，多謝大家 subscribe 麗音廣播2.0，多謝你哋嘅 like 同埋 share， 多謝你哋中意麗音廣播。來時無聲，去時無影，互為過客，不留牽掛。我哋下期再見。嚇得唔好嘥，捉晒啲 friend subscribe 麗音廣播，一邊聽一邊驚。